秒钟。5、4。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今天晚上，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欢喜赞美的灵，我们一起来在这个地方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全人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在这首诗歌，让我们来安静，也让我们跟神说：我要敬拜你，我要感谢你，我要再一次的属于你。让我们一起起立，我的神，敬拜你。诗篇89篇的17节怎么说？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喜悦你，喜悦我，喜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脚也被高举，我们的力量都是从他而来。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并成为他的百姓。耶和华成为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要为着神所给予我们一切来感谢。为了今天晚上恩典时刻，我们在这个地方，这个位置上有你有我在这里，我们一起开口
来感谢，因为耶和华上帝配得我们感谢赞美的神。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是我们的力量以及依靠，更是因着耶稣基督喜悦我们，高举我们。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的主，恳求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专心来敬拜你，也恳求你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把你的灵从天上浇灌下来，进入我们的心，大大扩充我们的心，使我们力上加力，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也赐下你的能力，使今天晚上的聚会荣上加荣，荣耀你圣名。求你的灵激励我们，开我们的心门，帮助我们全人都赞美你，都属于你。我们想要在这个时刻，我们全心敬拜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全人都能够成为圣你的殿，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地方单单仰望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们再一次来自想神给我们的恩典。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让我们的心敞开，跟耶和华我们的神说，来满足我，因为他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的心。我的神，我要敬拜你，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心灵的宣告，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思想神对我们的爱，我的心让我们的心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得到满足。你是我心灵的满足，你是我唯一的喜乐，在你的座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我要再一次，我们宣
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工作中，我们真的要在神里面再一次得到他的保护。我们的生命需要神来带领我们，眷顾我们，让我们在他里面得到新的力量，让我们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样式。透过诗歌，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祷告，来宣告，并且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明白确信我们需要他，我们需要主，把你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上，也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身心灵软弱住院或是在家静养的弟兄姐妹祷告。特别我们求主来眷顾外出工作就学的，以及在你的小组里面求未来的小组家人祷告，为着我们教会的牧者团队长子同工富强人的合一祷告。我们开口为了这3件事情
求神自己进入在这一些需要我们所关心的富强家人的当中，求圣灵自己对你说话。当你想到谁，你就提名，我们就这样子在神的面前，将我们富强的家人交在神的手中，为他们祷告。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时候，我们要特别举起我们的手，我们来为幸福小组的事工来做祷告。为了 BEST 同工们，为了福长，我要把我们的福长名单放在上面。我们为了他们来提名祷告。我们为了新昌长老、慈宝老师、子然执事、喜安兄、刘院长，还有邱玉长老娘，我们举起手来，因为我们在这个福音事工上面，我们要抢救更多的灵魂来属于神，要让他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要跟神要，我们要抢这个灵魂，所以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圣灵亲自来带领，我们要为着这一些福音事工来祷告。圣啊，我们知道困难，但是有你的圣灵带领，我们就得胜。我们为了新昌长老，为了慈宝，哇，他们在你面前摆上，他带领着所有的活动，这些被死的能够恭敬交在你的手上。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拯救在他们当中，我们更需要你的圣灵，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在这里得胜。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请坐，大家平安。我们要继续上个礼拜我们在思考摩西的故事。那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整个过程，摩西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启示，
也是直接从神得着力量，跟他的哥哥亚伦互相信任，同心合意，成为好朋友、亲密的朋友，齐心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摩西跟亚伦一起在以色列百姓众长老的面前分享神给他们的意象。请我们记得，他们两个在众长老的面前分享神给他们的意象，神也借着摩西在众人的面前，在法老的面前，在埃及地行了实在的神迹，来印证神的计划，更是证明耶和华上帝是以色列的神，是比埃及众神子都有能力。神这样透过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神也带领摩西以色列百姓来到西乃山，所以摩西就在西乃山与神相会，得到神颁布的十诫，作为引导以色列百姓的依据。这个十诫成为律法，成为带领以色列百姓的依据，证明神的同在。不过我们知道故事的发展，当摩西从山上下来，就看见以色列人造了牛犊，所以他发怒，摔碎这个法版。同时摩西也告诉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所以我必须回到神的面前，求耶和华赦免。在带领以色列百姓要出埃及的这一条路，这一个计划当中，摩西再一次求耶和华与他同行。所以我们在出埃及记33章的18节，那里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有很大的思考。虽然百姓犯了大罪，神生气，但是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就要求神与他同在，让神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再一次显出他的计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摩西怎么说呢？好，我们一起来读：求你的荣耀。上帝已经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神迹了，今天又在西乃山，他在那里有40天跟神在一起。他虽然在这一件事情上，他看见，他知道神的计划跟神的意向，不过在他的心里面，他还是觉得神啊，你要把你的荣耀显现给我看，我才清楚你的计划，我才清楚你要我做的。所以我们透过在这一句话里面，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那33章的19节开始，耶和华说：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屑中，那个就把旁来对哈，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看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耶和华上帝答应摩西这个要求，但是只让他看到他的背，没有看到他的面。显然的，当神将他的荣耀给摩西看的时候，这件事情让我思考很久，也让我明白，让我清楚一件事：神永远不计前嫌。很多时候我们领受很多恩典，真的一生当中，我们生命工作里面，我们的家庭经验很多的神迹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还是会忘了神给我们的荣耀，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还跟神要更多的，
求你将你的荣耀给我看，在我们生命里面还再一次跟神要这个恩典。所以我相信是永远不计前嫌，只要我们愿意跟神求，因为我不满足我现在的这个阶段的灵命生命，神啊，你再把你的荣耀给我，我不满足，我还要往前走。那个时候神必定会带领你到另一个更高层次的信仰生活、信仰生命里面。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你愿意跟神要荣耀，神一定给你，神一定给你。你愿意跟神要你所需要的，神一定在你的所求赐给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呼求神，将荣耀启示在你我的生命，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里面，尤其在我们服事的过程当中，神的荣耀真的是至高，使我们没有办法探索到底。神的荣耀真的是至宽，使我们无法跨越。神的荣耀至高至深，让我们真的无法触及。但是神的荣耀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在你的每一件小事情当中，你的大事当中，让你非常惊艳神为什么如此的恩待你。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但是神就是这样让你去体会他的同在，让你去经历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所以神的荣耀是你我没有办法描述的。其次，教会。今天在我们这2首诗歌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神就在这个地方来彰显他的荣耀。教会可是首要神要彰显的地方，是神奇妙作为他的神迹奇事施展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经历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在教会里面，我们必须要在神的国度里面，让神的真理，让神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支持，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养分，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被建立。教会更是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生命的盔甲。我们没有这一套盔甲，这个保护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第2首的诗歌，我们求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求神与我们同行，求神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来说话，让我们跟他面对面的相遇。所以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跟神求，你的荣耀给我们，神啊，你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才能够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引导在神真理的国度里面，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学习基督的样式，谦卑，遵行神的话语，顺服天父，然后得着神的保护。在这些让我们明白，也反映出我们的生命是一起分享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活出上主他的属性特质的生命。所以以弗所书第4章的第1到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是的，我们是被拣选，当要过一个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我们每一位富强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被蒙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过
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一个基督徒生活，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圣经，上帝的话语一直告诉我们，神一直在透过他的话语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要谦卑。我们要谦卑顺服在神的面前。谦卑不表示软弱或是无能，反而是谦卑是对于权柄，对于我们属灵能力，对于在真理上我们是顺服，我们是合一，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个属灵生命里面顺服合一，我们有这个能力。所以谦卑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富强教会里面就愿意因着神的国度同心合意，互相扶持的心来侍奉他。这个侍奉必得神给我们的能力，这个侍奉必蒙神所喜悦。所以同心合意它是一个复合式的字，第一个有一样的意思，有相同的意念。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水流啊，就是运动，也是一个行动，是充满能量，在工作上都能够因着我们是有一个相同的方向，全都流往同方向，没有人坚持己见。我们都知道这样子的意念相同，就宛如那个乐团嘛，在演奏一首诗歌，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演奏出它的和谐，来完成这个曲子，共同的来把它完美的奏出。所以同心合一是一个谦卑顺服，就像耶稣基督谦卑顺服在天父的面前。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富强人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建造，一起来为神进入他国度里面的一个荣耀，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委身，这是神超自然的恩待。合一是神的恩待，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我们很难，但是能够顺服合一谦卑，这是神的恩待。所以当我们知道如何谦卑，当我们知道如何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能敞开，我们就会享有神给我们尊荣和生命的奖赏。我们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勉励。箴言22章第4节，我们一起慢慢的读来。敬畏就得享有尊荣，生命为。是的，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存敬畏的心，我们的心因着耶稣基督合一谦卑，我们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真的期待我们富强人在教会当中，我们每天，我们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的聚会，都能够一起来建造我们有神形象，有耶稣基督样式的一个尊荣的生命。我们有神荣耀，得着神祝福，这样子的成为我们生命奖赏的生命。所以期待这段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谦卑在神的面前。箴言22章的第4节，期待这一段经文成为你我同心合意，向着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命定，我们心存谦卑，来顺服神，来委身在神的国度，得着富有尊荣，生命为奖赏。我们一起起立，透过这一首诗歌，我们再一次跟神说：我要敬拜你，尊主为大。我们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一起建造，让我们的全人都属神，来荣耀他。我们得着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在富强教会
在你我生命当中，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我全人全心敬拜你，用我全人全心敬拜你，不管生命有多少问题，你的爱是我中心的力，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用我全心全意来爱你，因为你拯救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从此我们要回应神。我的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我愿一生到底。我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方面不放弃。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应许，走在你计划里，依靠你的方面不放弃。我愿一生紧紧跟随你，尽管有风雨，仍然不放弃。求你在每一天给我勇气，这一生跟随你到底，这一生跟随你我们继续，让我们的灵亲近神，让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软弱中更依靠他，来刚强壮胆。求上主的恩典来托住我们，不管我们前面道路是如何，有上主来引导我们，我们就会走在他真理上，活出上主的荣耀。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富强人因着他话语的能力，我们能够敬虔的生命生活来见证主恩，成为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基督徒。我们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最近真的从媒体的报道看到我们台湾的不平安，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台湾来祷告。不管是在经济、政治，
特别我们在10月底要选举，所以最近我们真的看到很求神让他的平安进到台湾这块土地，保守我们台湾。我们也看到两岸之间的紧张，所以我们需要求神特别的怜悯。我们也为了世界的和平，我们举起我们的手，好吗？我们看到不管是天气的变化，看到战争，看到这个粮食的危机，我们真的看到世界有面对许许多多的冲击，所以我们要为着世界的和平，求神自己出手，求神自己来眷顾，求神自己来做主。我们开口一起来为这2件事情祷告。全能上主，我们的天父啊，谢谢你的救赎，使我们成为你的百姓，天天领受你丰盛恩典，且经历与基督之间亲密关系。我们体会，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美好。谢谢天父恩典与同在，谢谢天父天天眷顾赐福我们，谢谢天父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你的爱里面来跟随你，并且借着你的灵使我们活出与神垂直关系与人水平关系中合一，让我们学习为荣耀主圣名而活。慈悲的天父，我们虚心谦卑，将台湾的平安、社会的和谐、人民百姓安居乐业，恳求天父亲自掌权治理台湾，好让台湾百姓愿意遵行你的话，走在真理上，帮助执政者有天赋的智慧和能力执行各项的事。全知的天父，谢谢你是全地的主。当世界各地邪恶高涨，灾难频频发生在各地的时候，世界也面临经济环境战争的危机，撒旦也全力攻击你的百姓的健康、情绪、人际关系、工作、财务，使我们每一个人也面对心灵的软弱来离开你。天父啊，我们为此恳求你伸出你慈爱的膀臂，求天父来怜悯阻挡断绝所有撒旦的攻击，保守你的百姓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向前走。求你大能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来祝福人，被你所用。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来唱，我愿一生警醒跟随你。哈利路亚！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因为我们确信走到你的道路，我们必要得着丰盛的生命。神啊，求你赐给每一位
热心敬虔追求你的子民，让我们经历到神所示美好的恩典、丰盛的你明命，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身上所展现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因为神美好的同在，我们就活出见证神的恩典，我们就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你的祝福，也因为我们祝福别人。神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活在台湾这个土地上，虽然挑战很多，但是我们确信你让每一个在这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大家因为更相爱，更彼此同心合一，更愿意走在你的道路上，你的祝福就更加倍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岛屿，也让我们能够跟四围所有的邻居美好的相处，让我们的社会大家有公平公义，有许多的软弱的受到更多的照顾跟保护。感谢主，奉你们的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身上能够见证神恩典的作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坐，各位每位同工美好的服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我们祷告会慢慢都大家都回笼了啦，大家一起聚集。虽然每一天的数字都还是很吓人不过好像大家都已经有免疫力了，心灵的免疫力因为我们知道有神的保护，我们再去哪一个地方都必得神的保守感谢主。那有一两件这个周报都看得到的事，我做一个提醒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小组已经进入到下半段了已经要明天第5周再来是第6周，就慢慢要收割的时刻。我们请继续为我们每一位辅长、每一个小组祷告，因为他们要开始邀请他们决志，这些辈子的决志，甚至受洗，求神动工，让福音有大收割那我们每次在讲到富强，特别是外来来宾的时候，他们都会祝福我们说：“哇，你们教会又富又强听起来好像感觉上有一点是不是会心虚？我不知道。但是我常会想到说我们的富强有很多诠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富强这2个字的诠释。那我今天的感动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富有属灵的生命你有神奇妙的作为在你身上，但是又强于传福音、见证神富强就是这么好用在什么地方都好用期待我们成为富强人，你就是活出这个富强的这个你所诠释的这个智慧上面那我们呢预计在11月13号举行第1次的我们的名人开讲又有我们那个在从那个司马库斯的蔡师母要来做诗歌见证所以开始预备除了幸福小组之外，你有好的朋友就邀请他邀请他来参加。那第二堂就是11月20号我们要请曹永山牧师，他要来分享见证他是一位曾经是佛教的高阶的门徒了曾经参与迎佛牙的一位企业家，他后来信主，而且成为牧师那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愿意带领人来参加一起从那当中经历神的祝福跟恩典。那我们的各小组也预备心除了我们的幸福小组之外，我们的感恩节要有一个福音茶会，也能够邀请他们，好像有一棒接一棒陆续接下去，就是名人开讲，再来就是幸福小组不就是我们的那个福音茶会。那幸福小组一起配搭，
我们在12月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丰盛的属灵的收割哈。那我们预计在12月24号，就平安夜那一个晚上6点，我们要到附近的归仁一个来归仁饭店，要举办一个全教会的一个圣诞餐会哈，圣诞餐会。那我们基本上会有大家报名是一个人400块，那教会补助400块，就是一桌800。那我们前半段是会有登记啊，所以你们现在先登记好名单人数啊，这样后半段我们就要开放，你邀你的好朋友、你的亲人啊，就像你要你的那个 base 的一样哈，邀请他来一起我们庆祝主耶稣的降生哈。那他们是要交600块，就是多200块哈。啊，所以开始有名单了哈，在你身上哈。啊，我们教会各小组先赶快登记一下，你全家多少？只要是在我们教会有登入会籍的会友，还有是持续在我们教会啊做礼拜啊或参加小组的，都是我们基本的会员了哈。啊，其他外来的我们在做 base 的这样子哈。期待呢，我们今年一个大的庆祝哈，大家很热闹。虽然还有疫情，但是希望大家都不会被影响，大家踊跃来参加哈。好，我们要开始小组了，我们给每一位祝福一下哈。好，让平安喜乐归给你，好不好？来，平安，感谢主，大家开始了小组了，好。